難得有個假期去旅行，但係又驚行程趕，仲驚有購物點。我哋今次同你玩啲唔同嘅嘢，特別安排天津入北京出嘅順暢航班，帶你一次過暢遊京中奇精華，而且保證係100%玩，時間全部留翻俾你哋睇世界。我哋直飛天津，帶你嚟一次海韓呢屋，日頭漫遊意式風情街，夜晚睇場天津之眼同世紀初璀璨夜景，感受中西交融嘅浪漫。去有道教天堂之稱嘅秦皇島、北戴河，今次唔單止曬太陽啦，我哋仲要玩盡啲帆船出海。180度橫睇渤海灣嘅無敵海景，感受海風破面睇魚海，仲要感受歷史嘅澎湖。去到天涯第一關山海關，仲睇埋長城直插入海嘅奇觀老龍潭，你就會明白咩叫做真正嘅巨龍入海。仲未夠好啊！我哋帶你去被譽為萬里長城金山獨秀嘅金山嶺長城，比起其他段呢度更顯秀麗同埋壯觀。落咗長城，我哋就去山腳下嘅古北水鎮漫遊，感受北方水鄉嘅悠閒，遊覽清朝皇帝嘅夏宮，世界文化遺產避暑山莊。今次行程絕對係食家之選啦！正宗嘅津味菜，熱辣辣嘅山海關雲鍋，充滿北方風味嘅滿族八大碗古北烤鴨餐等等，帶你食盡地道風味。全程住宿，我哋為你安排當地5星標準酒店，確保你每一晚都有優質嘅睡眠。講咗咁多，係咪好想去玩呢？即刻撥打26501628留位啦，或者去到我哋美美假期分行報名。